耶穌又教導佢哋話：唔好批評人哋，免得你哋被批評。因為你哋點樣批評人哋，人哋亦都會同樣嘅批評你。你哋用乜嘢標準嚟到衡量人哋，亦都要照樣嘅被衡量。點解你睇見弟兄眼裏邊嘅木碎，但係就忽視咗自己眼裏邊嘅大梁呢？既然有大梁木喺自己眼裏邊，又點可以向弟兄話：等我將你眼裏邊嘅木碎整出嚟呢？你呢個偽君子，先整甩自己眼裏邊嘅大梁，等你睇清楚咗，先至幫弟兄將眼裏邊嘅木碎整出嚟啦。唔好將聖物俾狗，亦都唔好將珍珠抌喺豬嘅前邊，因為佢哋會將珍珠踐踏，然之後再轉過頭嚟狂咬你哋。凡祈求嘅必有所得，尋找嘅必有所見，叫門嘅必為你開門。因為凡祈求嘅一定得着，尋找嘅必有發現，叫門嘅必俾佢開門。你哋中間邊個人嘅仔向佢要餅嗰陣會俾佢石頭呢？同樣要魚嘅時候就俾佢蛇呢？你哋雖然唔好，尚且識得將好嘅嘢俾仔女，你哋嘅天父唔通唔會將更好嘅嘢賜俾向佢祈求嘅人咩？所以無論喺乜嘢事情上邊，你哋希望人哋點樣對待你哋，就先要點樣對待人哋。呢啲係律法同埋先知嘅總綱。你哋要入狹窄嘅門，因為通往滅亡嘅門係寬大嘅，路係廣闊嘅，走上呢條路嘅人亦都多。但係通往永生嘅門係狹窄嘅，路係崎嶇狹隘嘅，揾到嘅人亦都少。你哋要提防假先知，佢哋係披上羊皮嘅豺狼，非常之兇殘。由佢哋嘅所作所為，你哋就可以辨別出嚟啦。荊棘點能夠結出葡萄呢？蒺藜又點能夠生出無花果呢？所以凡係好樹都結好果子，壞樹只係會結壞果子。亦都就係好樹唔能夠結壞果子，壞樹亦都唔能夠結出好果子。唔結好果子嘅樹就要斬落嚟抌喺火裏邊。因此睇果子就可以分出樹嘅好壞。並唔係所有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，佢哋都能夠入天國。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先至能夠入去。喺審判嘅嗰一日，會有好多人對我講：主啊主啊，我哋唔係曾經奉你嘅名傳道趕鬼同埋行神蹟嘅咩？但係我要清清楚楚嘅話俾佢哋知，我根本唔認識你哋，你哋呢啲作惡嘅人走開啦！聽我嘅教導又實行嘅人，就好似一個聰明人，佢將房子建喺磐石上邊，任由風吹雨打、洪水衝擊，但係房子仍然係屹立不倒嘅，因為佢係建基喺磐石之上。但係聽咗我嘅教導而唔去實行嘅呢，就好似一個愚蠢人將房子建喺沙地上邊，因為經唔起風吹雨打、洪水嘅衝擊，一下子就倒塌咗，而且呢冧得好厲害。耶穌講完咗呢一番說話，大家都感到驚奇，因為佢嘅教導係極其具有權威，唔係好似呢佢哋嘅律法教師咁樣。